徐一杰的感动时刻，我们带您到新竹宝山。其实提到了新竹宝山，它的代名词好像就是科学园区。只是我们要告诉您，这几年在新竹宝山有不同的产业兴起了，因为在当地外籍配偶变多了，总共来自12个国家，多达485位。宝山乡的乡长范玉燕提供了就业机会，开班授课，就教导外籍配偶如何裁缝花布包、做馒头，业绩很好，逐渐打响了名号。宝山乡呢，在新城村有一座糖厂，那是早期的糖厂。走访新竹宝山新城丰堂休闲园区，里头卖的是馒头和花布包，每逢假日吸引许多游客造访。节啊，要去考老黑，然后提着证明给他要回针。采访的这一天是第3堂的缝纫课，老师彭桂英逐一指导。因为单线缝出来它比较漂亮。就这样，先打个结。好，我们从这个进去。这里就是个联合国，学生几乎是外籍配偶，来自越南、印尼、巴西等12个国家。多亏客家族群的热情、有包容心，让这一群外籍配偶适应得非常好。那里面是塞那个棉花，是不是？对，你自己塞吗？对啊，自己做的。这一位王林凤来自大陆海南岛，嫁到新竹宝山3年了。她热爱客家庄。其实客家人我觉得还蛮热情的，而且他对生活还蛮，就是说蛮开朗，各方面相对来讲，他们的工作态度还是蛮吃苦耐劳的。缝纫花布包之外，他们还会做馒头，知名度还很高呢。你怎么觉得？你就欧包聊的，跟着阿宝有什么聊了？来自大陆海南岛的姑娘们用家乡话闲聊，瘦弱的她们揉捏面团，架势十足，塞进黑糖粉，一颗颗饱满扎实的馒头，经过蒸熟，往往是网络团购的抢手货。整颗的要到12啦。柜台前客人络绎不绝，才刚刚蒸熟的馒头销售一空了。6年前，这群客家媳妇儿加入，改变了新城社区，背后推手就是宝山乡乡长范玉燕。最主要是我们宝山乡在这1-2年来事实上我们对一些产业的文化一些这个包含尤其是外籍这个新娘这个部分这个区块，我们是非常用心在做的。我们是希望他走出厨房，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可以让他自己本身也可以有多一些的这个产业过去宝山的代名词是科学园区，现在则由485位外籍配偶加入。客家人的好客天性消弭了语言隔阂，写下多元的客家文化。客家人的热情用小花布包吸引你，用黑糖馒头收买你。外籍配偶融入客庄生活，外地旅客爱上客家氛围，入宝山不空手，带回满满感动时刻。